请问翘课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翘课哦，美秀这边是偷走猪。 因为就是无想要读册嘛，无想要读书嘛，所以我一定爱偷走。是，所以我答案是偷走猪。是。啊那阿雄我这边叫做偷走学。偷走学，哎嘛是有道理哦。哎呀，因为你学校嘛，啊你学嘛，啊你即嘛无想要学，你就落跑啊。所以恁感觉是学，唔是猪？刚刚是学。是学校是要学。老师嘛。学校唔哪有猪呢？哎，讲物件爱学着啊。是，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哦。有道理。我会选头早学，因为恁考有一个问题是讲，大家拢会安怎选？对，因为这两个答案拢相共嘛。是拢共款。我相信哦，头早学大家拢较听有意思。哦。头早书会卡伫遐，唔知道什么意思。敢若头题猪的感觉。这头早书哦，就无爱看册啦，吼。好，啊，迄个拄则两边的来宾拢讲啊真好，有无？吼，咱因含一般的人，吼，迄个调查出来结果拢共款。 因为啊，有61.2%的人拢选择头早学，啊头早猪是38.8%的人讲，吼，啊迄个头早学是3字嘛，啊其实嘛有人更较感性的2字尔，讲啊啦早学，所以咱即嘛教育部的书店嘛有收这早学这种讲法。